台关新 Meta 开发 AI 台语和英语的翻译系统，进前有引起讨论。那开发团队内底，台湾工程师陈平仁，伊是新北市的邦桥人。伫早暗，伊嘛有接受台湾媒体访问，甲大家分享伊开发这套系统的过程。Do you speak it with your kids? 你敢有对你的囡仔讲？有啊，佮我的爸母。Meta 执行长 Mark Zuckerberg 19伫面前发影片，发表 Meta AI 开发的福建话甲英语的对译系统。开发团队当中有来自台湾的工程师陈平仁，伊是邦桥人，为台湾大学资工所毕业，老爸来自屏东，伫厝内爸母拢对伊讲台语。伫台湾时间26暗时，陈平仁也接受台湾媒体访问。大家好，我是陈平仁。我伫台湾出世大汉。陈平仁讲，即摆系统由台湾学术单位提供资料库来训练，由以台湾连续局做训练资料，过程也透过台罗判断翻译敢有标准。口音辨识的部分，系统会使听有大部分的台湾台语口音，但是系统讲出来的是以台湾优势 Q 为主。我们语料库有一大宗是台湾的连续剧，有一些比较口语的。说法，这个系统可能就很容易的可以把它翻译出来。翻译到闽南语的部分，我们需要一个自动评分系统，把系统输出的闽南语语音转成台罗的拼音系统，然后我们在那个文字上，然后去算出一个分数。陈平仁讲，伊平常时会参囡仔讲台语，嘛甲囡仔念台语册、唱台语歌。伫开发过程当中，嘛摕系统互老爸体验。因为其中发现台语的7声8调是开发过程当中上困难的。我忘记我测试了什么句子，但我爸爸跟我说，他有一个字不知道是底聊还是低聊。陈平仁讲，这套系统目前是以研究的目的为主，要无实际应用的详细计划。说来改善的重点，除了即摆翻译速度要上慢，体验无够好，变调嘛要进步，也希望系统未来会使辨识讲话的情绪等等资讯。我希望有一天，我的查囝甲伊阿嬷会当使用这项科技，用因上惯势的语言讲话。记者郭文条随导报道。